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6章，耶稣离开遐，倒去家己的故乡，门徒缀伊去。安息日，伊伫会堂教示人，真侪人听到伊的教示，拢真着惊，讲这人的本事对倒位来？伊得到的到底是甚物款的智慧？伊的手哪会当行即款神力？伊敢毋是目犭？敢毋是玛利亚的囝？雅各、约瑟、犹大甲西门的兄弟？伊的小妹敢毋是甲咱住伫遮？因煞对耶稣去反感。耶稣甲因讲：先知伫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亲人、家己的亲族以外，一定会受尊重。伊伫遐袂当行甚物神力，只有甲几个病人换手，甲因医好。耶稣对因的毋信感觉真奇怪。耶稣行到一位的庄舍教示人，伊调集12使徒来，找因两个出去，互因有权柄，通制压邪神。伊吩咐因，出门的时，馆仔以外，啥物拢毋通带，毋通带食物，毋通带旅行地，腰带内面毋通带钱，只有穿凉鞋，毋通穿2领内衫。伊阁甲因讲：恁无论入去啥物人的厝，着住伫遐到离开迄所在。无论啥物所在，人若毋接纳恁，毋听恁的教示，恁离开的时，着将骹年的土粉拔掉，表示对因警告。使徒就出去传道，劝人悔改。因阁赶出真侪鬼，嘛用油抹真侪病人，甲因医好。迄王有听到耶稣的事，因为伊的名传遍逐所在。有人讲，伊是施洗者约翰对死人中搁活，所以有权能行遮的神力。毋过嘛有人讲，伊是以利亚，阁有人讲，伊是先知，亲像古早的一个先知。希律听到就讲：是我甲伊斩头，迄个约翰伊有搁活。希律有派人去抓约翰，甲伊连伫假年，原因是希律有带小弟腓力的某希罗底做某。因为约翰定定对希律讲：你带小弟的某无合法。希罗底心内对约翰扣分，想要甲伊刣，毋过袂当照心愿。因为希律惊约翰知影伊是正义搁圣洁的人，有甲伊保护。希律逐遍听约翰的话，非常不安，抑阁真爱听。希罗底的机会来啦！希律做生日的时，办宴席，请文武百官甲加利利民间的领袖。希罗底的查某囝入来跳舞，互希律甲在座的贵宾欢喜。王甲迄个查某囡仔讲：看你爱啥物，做你求，我拢要互你。希律阁对伊宣誓讲：你无论求啥物，连我王国的一半嘛会互你。查某囡仔出去问伊的老母：我着求啥物？伊的老母甲伊讲：施洗者约翰的头。伊随时赶倒转来，对王要求讲：请你随时将施洗者约翰的头壳放伫盘里，互我。王的心非常艰苦，
不过因为已经伫贵宾的面前就抓，就无甲伊拒绝。王随时找一个警卫去摕约翰的头，警卫就去假年斩约翰的头，将头壳下伫盘呢，拍来互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就互伊的老母。约翰的门徒听到就来收伊的身尸，甲伊埋葬伫墓里。使徒转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、所教示的，拢甲伊报告。耶稣甲因讲：安尼，恁嘛着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小可休困一下，因为出入的人真多，因连食饭的时间都无。因就坐船，干焦因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。真侪人看到因离开，认出是因，就对逐个城市顺陆路走进前，比因大声到迄所在。耶稣上岸，看到一大群人，就可怜因，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，伊就教示因真侪项事。时间已经真晚，门徒我来甲伊讲，这所在真偏僻，时间嘛真晚啦，请甲因解散，互因去附近的乡村庄舍，家己买物件食。耶稣应讲：恁互因食。门徒问讲：阮着去买200个银仔的饼，互因食哦。耶稣讲：恁有偌济饼？去看觅咧。因看了就讲：有5个，嘛有2尾鱼。耶稣吩咐门徒甲众人分组，互因坐伫青翠的草埔。众人就一组一组坐落去，有的100个，有的50个。后来，耶稣摕迄5个饼甲2尾鱼，向天感谢，擘开，摕互门徒去分互众人。伊阁将迄2尾鱼分互众人，大家拢食到饱。门徒捡食剩的饼油仔甲鱼屑仔满12篮，食饼的干焦查甫人就5000。耶稣随时逼伊的门徒上船，先过去对面岸，去比赛台，家己留底解散群众。耶稣离开群众了后，就上山祈祷。天暗的时，船行到湖的中央，耶稣家己一个伫岸顶。伊看到门徒正风在过桨，过甲真艰苦。天要光的时，耶稣伫湖的顶面往因遐行去，想要对边仔过去。门徒看到伊伫湖的顶面伫行，想讲是鬼，就大声喝。因为大家拢有看到伊，真惊。耶稣随时甲因讲：安心，是我，免惊。耶稣上船去甲因做伙，风就点去，门徒非常着惊，因为因无明白迄个饼的意义，心还真钝。耶稣甲门徒过湖了后，伫吉尼撒勒上岸，甲船趴伫岸边。因一个落船，众人随时认出耶稣，就四过行透透，听到耶稣伫倒位，就用床铺扛病人去遐。耶稣无论行到什么庄舍、城市、乡村，人就甲病人扛来放伫市场口，恳求耶稣上无嘛，互病人摸着伊衫具的手，所有摸着的人拢得到医好。